甲大家讲，中昼平安啊！嘿，Mercury，中昼平安。嘿，欢迎你来吼。嘿，即摆你可能是目前现处是唯一的观众。嘿，是毋是感觉足尊荣的？好啦，先甲大家讲新年恭喜新年恭喜，兔年平安顺遂大发财吼。今应该算是今仔是初二吼，可能足侪人伫厝里拢还有活动，也是还咧困。无要紧，反正咱今日嘛是轻松来耍吼，就是来继续伫咱的倒数顶悬来生存吼。好，安尼咱就直接开始啊。Continue。咱顶摆想要用我想想着吼，咱顶摆有想要用箱仔来缀迄个倒数顶悬的钱，或做八壳我就想着可能嘛是爱照因为永存咱用迄个箱仔的时阵是用1箍银加2块插头所以若准咱甲换做八壳加2块插头，是毋是就会使缀咱的八壳？毋知。阿咪新年平安，恭喜！中昼平安！阿叔中昼平安，新年快乐！大家兔年恭喜大发财吼！欢迎大家来。咱继续。想毋知要创啥？好，我知。即摆看起来，佫会使放一只鱼无咱来钓一只鱼。足侪物件看起来拢要臭生去啊！无咱凊彩拣一个，无金蕉好啊，摕金蕉来钓一个鱼。我的鱼伫倒位煞袂记啊？伫遮，好安尼会使。人咧 ，Spring。会使摕竿仔来滴水，好。金条，金矿足济。我遮敢有迄个 smelter， 我遮敢有羊肉，是毋是无？毋是，有 gold bar， 金条有3块。咱足济金矿，无咱拢甲烧咧。插头才有，等下有偌济8粒，好，所以咱佫需要7块插头才对。请一个人来测查。所以咱佫需要佫较济插头，好，头拄仔讲要创啥？头拄仔讲要。过客平安，欢迎你来中昼平安，兔年恭喜。我一个 greenhouse 无咧种物件，有够无彩。好啦，先互因食饭。OK， 大家拢食饱好，真好。好来种一个咸姜啊，奇怪，我毋是应该有？有3个温室，我有3个温室，甲因捡做伙安尼较袂乱。过客要食中昼顿啊，好，恭喜！爱食福饱吼。冠生今仔日中昼顿食迄个，毋知影大家食迄个，迄个啥？叫做叫毋对。大家二九暝食饭的时阵啊，敢拢有食福春年春？因为阮遮有吼，所以我中昼就食迄个，二九暝食春的，好食。有食着足济吧？
食着足济肉就足欢喜吼。咱头拄仔讲要去两个叉头，做一个底钱的箱啊，安尼有，安尼真好。奇怪，钓着即个电鳗吼，安尼解决。即两只鱼佮摕去烘嘛，摕去烘，嘿对啊，刷来，温室温室伫遐好，插头，哇，今日食板豆，袂歹，听讲介济人拢是过年的时阵食几若工吼，几若工拢咧食好料的。安尼嘛真好哦，恭喜恭喜！是毋是阁有啥物件无摕？好，毋知。回得咱要创啥？咱应该就是继续装钱吼，继续装钱啊，继续抽牌啊包就对吼。即摆剩即个上贵的15块的嘛。好，安尼我钱爱为倒位来？应该爱有人来乌石头吼，因为有石头会使做迄个吼。YU 新年快乐，中昼平安，欢迎你来。欢迎。感觉伊阁继续钓鱼啊？毋知要创啥就钓鱼啊？好来，介麻烦，就是即个咸姜仔拢会钓着迄个吼，拢会钓着迄个歹鱼啊。较歹会甲人拍迄种，我是感觉较麻烦。我敢袂当直接去一个市场啊？因为进前咱会使伫咱的本岛去市场吼。我想讲，嘛会使来试看觅，毋知敢袂当直接去市场。我看觅哦，咱需要啥物货？走去啊！好，装啊角，茶帮来，3箍一个人好，3箍有，这有迄有，所以无一定呢。摕迄个咸姜仔无一定钓着电鳗啊，原来是安尼。马铃薯中昼平安，新年快乐，兔年大发财，欢迎你来。这要歹去啊！有呢，会使呢，会使直接去市场呢，安尼袂歹，安尼真好。毋过遮加1箍银，毋知影要创啥，无要紧。安尼会使来继续卖物件。乖等待吼。好啊，买好啊，有市场啊，欢喜啊。真领老的好啊。这会使卖。赞！金条吼，金条继续烧吼。应该毋免阁学啊。先甲叫做伙吼，小等若准备拍，先拍一下戏。
安尼好。继续烘，这会使卖。一个锁啊，一个布料，好。哇，做这物件要歹去啊！救命！好，我知，摕去做肥料啦，摕去做肥料。哦，就搁较济土，就免惊讲物件无通食吼。搁欠一个插头。哦，这有即个倒数游戏较麻烦，物件定会乱去。唉，奇怪，通常毋是应该伫倒数生存的时阵，拢会使甲鱼仔拍竿，是啥物货，较会当冻较久。以前咱无想着即个设计，啊是其实有，反正是其实有，啊毋过我还袂拄着尔吼。咱头拄仔要，对，需要这个插头。耶，发财！哦，伫倒数顶悬嘛要财务自由啊吼。今日敢有机会拍着 BOSS？ 感觉即个已经伫倒数等待足久啊吼。遮哪会走一只鱼出来？遮哪会走一只鱼？哦，头拄仔钓的哦。行咧。好，搁有图啊。好，我袂记得咱的即个温室要安怎创啊？来看卖吼。Greenhouse 这啥 ？Making booze。OK。Greenhouse。铁条两条，玻璃2块。铁条有1块啦。哦好，安尼爱来学铁。啊，毋过玻璃无玻璃，玻璃为倒位找咧？拄则咧看板道的影片，足久无食板道啊。对呢。其实惯性嘛，遮有玻璃。其实惯性嘛是，就是即摆袂讲有请啦，啊毋过就是之前嘛是有一阵仔无食着板道啊。之前是毋是嘛有啥物事件嘛是？之前网络顶面嘛有讨论啥物事件嘛是甲板道有关系对无？听讲吴先有讲嘛。对。好，我遮有铁，有插头。好，安尼刷来，对，这中昼平安，兔年大发财吼！欢迎你来。我即马嘛有即个发财的感觉，哦，够舒适的。好啦，咱继续起咱的，想要起一个温室哦，所以咱来抽玻璃吼。请互我玻璃，我紧招树啊剃掉。袂讲有请板道啊，袂讲好业无啦。袂讲毋过板道吼，规道差不多拢互入心食去吼。
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无抽到玻璃，咱阁需要两块玻璃，所以咱阁来抽。哇，金蕉树啊，咸姜啊，好，面啊 ，OK。物件开始感觉物件伤济啊，开始困觉啊。来想看觅看要安怎吼。先莫先莫先莫错插头好，应该爱先学一个石头，才会当摕来卖吼，价小较好吼。来，才有10箍。我玻璃咧，现怎无玻璃？哇，金条呢？对，大家兔年快乐！大家兔年快乐！祝福大家身躯勇健，趁甲兔，看迄只兔出来好无？来，我先看卖哦，看要卖啥物货？卖使好啊！即摆应该无需要遐济使，其实使拢这哪会有？这哪会有玻璃？我煞无注意到，原来我有玻璃。毋过搁欠一块玻璃吼。对，搁欠一块玻璃，无毋对。即张无啥物路用，毋过嘛无法度卖掉，困觉啊。卖啥物货？卖即粒啊，海贼船，啊哦，要来相拍。这敢是即块倒数的 boss？毋知吼，毋过咱先是毋是应该爱先准备啊？咱主动来甲伊拍，来，袂使主动甲伊拍，好，无要紧。我伫咧等待的时阵来看，敢会当正常还是创啥货？袂使，好，一只海贼尔，好，无代志。阿选中岛平安，新年快乐，欢迎你来。这啥物货 ？Blunderbuss， 这啥物物件？这巴布呢？这敢是迄个巴布？这是啥物货啊？这看起来就是迄个巴布呢。Could blow up in your own face。这真正是摕来笨的。新年快乐吼！新年快乐，兔年平安。OK， 有一个几率会使做一摆拍到所有的敌人，毋过嘛有10%的几率会拍到家己，会拍到家己哦。安尼这听起来有着啊笨色，安尼好。卖掉好啊，价钱嘛无讲介歹吼，6箍会使卖，卖掉。好，刷来吼，咱头拄仔要创啊？头拄仔要石头来卖啦，对。安尼应该是会使继续吼。毋过玻璃佫欠一块，所以咱佫爱来抽玻璃。对，好，抽玻璃。哪会遮侪金条？是咧过年呢？是因为咧过年真正要互我发财，才互我遮侪金条是毋？啥物意思？对啊，马铃薯的迄个大头橡皮拢会对迄个节节来换，有够古锥呢。袂歹哦。奇怪，遮明明都有 glass， 对啊，遮有玻璃呢，拢抽无。是安怎我拢抽无？
回伫这爱烘的先摕来烘吼。新年限定，你进前嘛有迄个耶诞节限定的对无？毋知影你后一个敢有准备啊？你后一个是准备啥？袂掉，拢袂掉。哎哟，对，今仔日开放大家报名，互我讲你古水。我哪会逐摆拢咧做即种代志？今日开放报名吼，见价优惠吼，今仔日有来的才有哦。大家免客气哦。搁卖一个金蕉，安尼搁有10箍。阿酸古水，阿酸嘛古水。我足惊小蛋迄个小蛋若准蛋就心嘛是，也是有先来哦，我真正讲袂出嘴。毋过信众朋友无问题，信众朋友当然有够古水，拢有够古水，好无？无我头拄安尼讲，恁是毋是就会专工去叫陈律心，还是有先来？我开始惊。好，阿叔古水阿叔嘛有够古水。感谢我古水的信众朋友吼。头拄咧找有啊，会使来去温室。头拄学一堆石头，拢走去倒位去？无，还袂学吼，因为我用时间暂停啊。对。好啦，安尼无即个人来，挽金蕉物仔拢互伊。马铃薯自手，马铃薯莫安尼，马铃薯救命！Cotton， 对，信众拢古水吼，阿静嘛古水吼。爱乖乖啉水吼。这啥物啊？对，家己起的，家己问家己这啥物有够好笑。来，咱来做搁较济，装啊讲 Mercury， 你嘛有够古水。大家拢伤济要讨，大家嘛真正是，古水有够芳甜的。好啦，来，Greenhouse， 继续。种咸姜啊！我永远是感觉食咸姜啊会饱是一件足好笑的代志，而且食2支咸姜啊都会饱呢。这个传面其实嘛是介用吼，会使安尼食吼，袂落屎，袂直接翘。大家敢知影迄个啥怎咸姜啊是咸的？咸姜啊是咸的，其实是因为伊原底就是无想要互食黏的动物食，因为咱食黏的动物，就是咱讲的 mammals，比如讲人就是，咱这食黏的动物，就是咱的喙齿，食会出迄个咸的感觉，对咱来讲迄种刺激的，所以原底照理来讲，因为咱食物件食着咸，迄其实是一种痛觉，迄毋是一种。迄毋是一种味，迄毋是滋味，迄是一种痛觉。所以原底迄是要刺激，互人莫甲伊食。毋过鸟仔就无即个问题，因为鸟仔因食，因为鸟仔食物件时阵是直接吞落，因袂甲迄个咸姜仔咬互破去，所以因都袂食着咸。所以原底迄个咸姜仔会变做咸的，是因为伊原底是要互鸟仔来替因。传播因的迄个籽，所以才会安尼。毋过人类毋知影是安怎吼，迄明明就是一种疼痛的感觉，毋过就是愈要食，所以嘛有人讲爱食咸的人拢是大 M 啦。毋知影大家敢有认同？毋知影大家敢有认同？毋过，这是一个趣味的知识，甲大家分享。
对对对对对，哦，有够趣味吼，有够奇怪的，诶、咱来抽即个较贵的好啊 ，Explore， 哎哟，发财咯，哇哈哈，20箍，哎，佮有啥物件会使买？有啊有啊，咱的即个装甲角，人类图 M 吼，诶，确实确实，Mercury 讲毋是图 M， 毋过哦，有一寡刺激会使，互你搁较 S 好，欢喜的呵。怪不出现啊！救命啊！救命啊！哎，好好，小拍来，讲我死，讲我死，哇，这啥？哇，这看起来袂歹呢。好，大家先食饭。好，先卖食米吼。啊，应该先卖迄要歹记的。卖咧。OK， 赞。刷来吼，这看起来袂歹呢。这建摆甲人拍拢有10%的几率会使输回，听起来足厉害。好，看大家拢穿啥 ？Goblin 无啊，普通的头盔，甲换一个头盔吼，来换掉，这互你治啦。啊，你的头盔是啥？伊嘛有呢。好，这无需要的卖掉。赞。来，Jungle。In the jungle, the mighty jungle, the lion sleeps tonight。大家敢有听过这条歌？大家平常时拢听啥物歌？这应该是较迄个，毋知影敢是伫西亚王内底有，还是其实毋是，我袂记得啦。毋过这应该嘛算是老歌吼。这条歌叫做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吼，西亚今暗咧困。哦，马铃薯咧哪食饭哪看直播。安尼小等 ，OK， 英歌好，等下我先甲即只骨头人处理好势，搁有啊好，伊哪会无头盔？头拄仔迄条In the jungle, the mighty jungle,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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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其实我了袂记一啦，其实我一开始会听到这条歌是听迄个合唱的，合唱团合唱的。阿叔要来买中昼顿，好，安尼阿叔路人细字吼。食好饱佫是金条，哪会遮济金条？过年就安尼吼，来会使卖，拢囥遮。来继续抽。佫是鹿骨头，毋是鹿骨头，佫是骨头人。骨头人，安尼无需要。无需要。
一大堆无路用的物件。哦，好！哇，想到倒数会有好，我毋过欢喜就好，无欢喜就好，无讲笑的。OK， 哇，我有伊的皮做的衫。OK， 应该嘛会使买，应该嘛毋是介重要。来抽后一包。我已经抽了呢。哦，所以头拄仔无抽到的，就是迄个好。OK， 剃掉 Morning Star， 来看卖，敢莫甲人换武器？换牌啊，伤济啊，爱卖掉啊。无这嘛袂使卖啦。搁有啥？搁有好啦，这嘛会使卖啊！这本数圣诞，好，物件有够济。哦，该等5张，好。安尼应该会使。来看倒一个人装备无介好，你哪会摕这咧相拍啦？有够无路用诶。哇，好，好，咱来看卖，搁有啥物件会使做吼 ？Island, naval, rumor, important. OK, sacred key. 这 important 重要诶，这重要诶应该是诶，这重要诶应该是。哦，顶摆咱就是去即个 temple 啊，才会当调换迄个，才会当调换迄个恶魔吼。所以应该嘛是爱，咱即摆应该嘛是爱看迄个伊遮写诶，来调换迄个后一个 boss， 应该是安尼。所以咱个斟酌看吼。伊讲爱一个，伊要起一个 cathedral， 迄个大教堂。安尼大教堂需要五个金条，5个砖仔角，5个叉棒，5个玻璃，5个人。OK， 5个人有呢，5个人咱有。安尼咱5个金条吼，1、2、3、4、5，5个砖仔角，1、2、3、4、5有。好，5个叉棒，高用作热，安尼家己嘛作热，安尼应该爱来食凉的，安尼应该爱食凉的啊，对啊，这个天气吼，奇怪，那像，对啊，我感觉这几工其实嘛拢介热。哇，一边 warrior 看起来较厉害啊！伊头拄仔我是互伊新的装备，伊就变即个，伊就变化对无？伊就变即个汉操作好的剑术。哦 ，Mercury 有蚵仔西米露，阿酸头拄仔食一支冰，袂歹，即个天气吼，即个天气若准是惯性吼。对，即个天气都应该踮厝呢。
啊，上好是哪食凉的哪食冰，哦，安尼上舒适。奇怪呢，即摆1月愈来愈热呢，真正有即种感觉。对，迄个战术有够古锥的。好啦，咱请即个古锥的战术来测一寡插头。哦，因为咱插头要做插帮吼。啊，搁有啦，咱搁需要5块迄个玻璃吼，玻璃位倒位找？玻璃位遮？我敢有看过 One Out？ 无呢？迄敢是 anime？ 迄是啥物？我无看过。好，安尼我有机会嘛来看一下。哦，原来是漫画。好，安尼我找机会来看。我嘛有一阵仔无咧看漫画，就是前一阵仔有看《Chainsaw Man》的漫画尔。啊，刷来就毋知要看啥。好，安尼我找机会来看《One Out》。啊，钱有够济，毋知要安怎办？哦，08年有改做 anime， 台湾翻做《鬼影投手》哦，原来是安尼。好，安尼我小等放上了，就来找资料吼。啊，乱过一世人，心歌愈苍苍。等下，这嘛是本色。啊，有够乱。好。啊，搁有钱。放毋对去。等下有够济布、茶帮、玻璃、本色、金条、金蕉树啊、铁条。好，金蕉来。遮搁有插头。哇！救命！奇怪，玻璃我是无法度家己制作着无？应该是吼。金蕉树啊，好，茶帮好，茶帮。是毋是应该爱准备来生囝啊？因为毋免啦，伫本岛生囝就好，无要紧。哇，我物件有遮济哦。安尼我先甲一寡用袂着的吼，用袂着的金条应该无需要遮济啦，铁条嘛无需要遮济啦，食米嘛无需要遮济吼。食米先黑白白。煞来后一项啥？
好，袂掉。好啦，这应该嘛无，这敢有需要？这有需要，这有要走去对，这有需要。好啊，这袂掉。好啦，这先，好，先袂食米。呵呵，黑白白，黑白白。哇，对袂了，对袂了啊 ！Cave，敢有需要留？我嘛毋知，应该无需要。Mountain 伫本岛嘛有 ，Cave 伫本岛嘛有，好安尼好。我已经开始袂记得我原底想要啊，对，我需要迄个，搁3块玻璃，好。哦，找一下玻璃，找甲安尼。我决定讲我无爱管啊。哦，拢黑白白吼。抽一下玻璃，敢毋遮困难？哇！25块，我摕来市场卖，毋知影有偌厉害哦，吼，冒死啊！好来，好，有一块玻璃啊，搁需要2块。哦，找一块玻璃有遮困难哦。虽然真突然，毋过想要问讲 ，Halloween 的台湾话安怎讲？有人讲万圣节，有人直接就是读万圣节，嘛有人是讲金瓜普渡节。进前律心因有讲过，因有讲金瓜普渡节，就是律心伫食迄个奇怪的披萨的时阵，有用着讲即个金瓜普渡节即个讲法。好，冠生进前有讲一个词，听起来是要义，迄是啥物意思？要义就是要紧的意思。对，汉字就是甲阿选写的迄2字共款。就是非得我嘛毋是做要紧，嘛会使讲非得我嘛毋是真要义。对。多谢阿选的补充。
搁剩一块玻璃，好，烈风魔，嘿，烈风魔，中道平安，兔年恭喜大发财。对啦对啦，就是要紧的意思，无毋对。风无食饱肥，好好好，抽着玻璃啊，欢喜啊！有玻璃我欢喜，玻璃有，小等两块迄个嘛有。无要伊就是无，甲无要紧嘛无啥共款。无要伊就是无做要紧的意思。就是我感觉你无重要。看到一大堆的钱嘛是会快乐。得袂落得袂落。财富自由的感觉，风无食饱，恭喜恭喜！哇，财富自由的快乐就是安尼。对，就是甲马玲子讲的共款，无要伊就是华记讲不在乎嘿。免测查，会使转来啊。迄是无药医，无药医甲无药医嘛，嘿，是无药医是甲迄个华记有药医是有像啦，无毋对，迄嘛是介严重，无毋对，对。奇怪，我毋是用过迄个有茶包伫遮吼，安尼五块茶包，5块玻璃。材料拢有啊，会使起迄个大教堂啊，会使啊。哇，搁爱起足久好，安尼大家爱耐心等待我先来开钱。毋过其实我嘛毋知影我要抽啥物忙啊！起到一半呢。听讲足侪人兜拢无讲要伊，我毋知影是安怎惯性，细汉的时阵都听着厝娘有讲要伊，毋过进前嘛有足侪信众朋友是有讲无听过即种讲法，所以我即马较无讲，因为就是想讲互大家听有嘛介重要吼，所以我即马会讲迄个要紧的讲较济，好，安尼嘛是爱耐心等待，莫乌白抽白仔包，无搁抽着网啊，甲我搅搅，足麻烦啊。食饭，搁爱买物件，有够麻烦。钱伤济，原来是即种感觉。原来这就是钱伤济困扰吼。其实嘛，真正是有困扰呢。钱无位通囥，救命！这哪会积伫遮啦？我的大教堂，耐心等待，赶紧来！钱一大堆无地开。好，教堂来啊 ！It needs a relic。咱搁需要找着伊的圣物，伊才有路用。对啦，缀袂落，安尼咱着搁加贵个箱仔就好啊吼。来，所以咱迄个 relic， 咱要为倒位找着迄个咱的
保重。过去转来啊，欢迎你转来。Mercury 阿嬷会讲回润去哦，回润去。对啊，就是有足侪人要安怎讲？有真侪人伫厝里听到的讲法，会发现讲别个所在，无听过人讲，对，这嘛定发生的代志啦，大家毋免像惯性安尼吼，就是大家会使对厝里安怎讲就安怎讲就好。我是想讲，互信众朋友听有较重要吼，所以我才会尽量去讲大家较有听过的。毋过其实大家所在讲法无共，也是腔口无共，其实拢事上的代志，所以所以大家讲家己惯势的讲法应该就好啊。若准别人听无，就会使交流一下，这嘛介趣味。我遮会，我后一步要创啥？毋知影后一步要创啥 ？Shell chest，你呀平安，新年快乐，中昼平安，食饱未？我需要搁较济迄个箱啊，无我有淡薄仔想过好个啊，介困觉吼。有啊。像安尼。后一步要讲信众足够最好，各位信众朋友吼，恁拢足够最的，欢迎恁来。安尼会使吼。我需要 relic。所以我今仔要找到这个岛屿顶悬的宝藏。无，我无咧拍刀啊，我无遐歹。迄应该是迄牌仔的声，迄牌仔嘛是介大声吼。伊迄个喷字出来拢会有声。对，即个声。好，咱来看卖，这到底算倒一项 important sacred key？ 好 ，sacred key， 这敢是迄个圣物叫做神圣的锁匙。要安怎创？三块玻璃，搁爱玻璃，是有偌爱玻璃？这个倒数是安怎？三块玻璃，三块金条吼，摕去烘落烧，爱直接烧，伊毋免插头。欢喜就好。咱搁需要两块玻璃，安尼搁爱继续咱即个走找玻璃过程啊。金条无需要金条呢，我需要玻璃呢。毋是玻璃，我无需要。请互我玻璃好无？困觉。我应该无抽毋对啊，玻璃是即包呢？对啊，玻璃是即包呢？救命呢！
加在，我啥物无，钱有够济，会使豆豆抽吼，会使咧抽甲有。奇怪是袂当直接摕刷仔来烘做玻璃呢？人 Minecraft 都会使。金条好，金条无重要，输人心先。无，这钱嘛拢是虚拟的哦，这 game 内底的钱嘛袂使摕出来开啊，嘛免偌欢喜吼，嘛免偌心先吼。安尼有10箍，佮抽一包，拢无玻璃。玻璃，玻璃，你即马伫倒位？阮会叫你，你敢有听着？无听。哦，找一块玻璃，找甲手会酸呢。8箍好无？偷偷发生啥物代志？无去啊！好，无要紧，钱有够济，无差。啊！伊原底毋是10箍，伊现在变5箍，这啥物 bug 呢？啊？哦，伊是会使安尼？对啊，玻璃应该敢若会使用，我看卖哦。玻璃应该袂使家己烧呢。啊，会使，爱有刷啊，毋过刷爱倒位来？刷嘛是爱为牌仔包内底出来，安尼无差，安尼根本就无差。无啥啊，无是我直接抽刷会较紧呢，敢会？哪像会呢？你讲了有道理呢。Mercury 讲了有道理，安尼反射会搁较紧。好，安尼我试看卖哦。会使咧。你讲了对咧。哎哟，迄刷仔袂使凊彩哦，迄刷仔爱为牌仔包内底出来才有够麻烦呢。毋过对，会使家己烧，对，会使。好，安尼我需要做一寡插头就好啊。我竟然无想到。安尼咱欠几块？袂记一搭。欠2块，好，欠2块玻璃。所以咱需要2块插头。这就是你一句话甲我点醒吼，这拢爱多谢 Mercury， 感谢你的提点，无我真正想无。好，咱来看卖。烧好啊，放遮 OK， 新上锁匙。好 ，Mercury 真巧 ，Mercury 搁巧搁高水吼，真正足多谢 Mercury。好，刷来咱有这个锁匙了，爱创啥？咱是不是应该爱有迄个锁匙？伊想要烧遮尔久，烧够久呢？过来啊！
啊，毋过我头拄仔有注意到，伊遮个任务讲，你会使买收，你会使买收即个海贼船。吼，啊，咱即马啥物物件无吼，钱有够济，咱来甲买收看觅，毋知影10箍敢有够？无够。15箍敢有够？无够。啊是其实是伤济，毋敢摕。5箍敢有够？无够。啊10箍咧，无够。15无够。哇，有够消摊的。20哇，无够。啊25咧，无够。30无够。啊，可袂落啊？啊是其实毋是安尼买收的，要安怎买收？1箍2箍安尼，奇怪。买来生囝，你是要创啥啦？你是想要创啥啦？啊，毋过真正袂当买收呢。刷去，莫买，甲你拍死。咱看起来是应该敢若会使一项一项做吼，无是要安怎 ？Find a treasure map，OK、啊好，海贼来啊！海贼要去啊！哦，海贼再会啊！原来钱是为遮来的，莫怪。好啦，咱锁匙要咧烧。Find a treasure map。treasure map。毋过咱爱为倒位找着咱的总宝图，总宝图啊，无讲，咱爱家己想办法呢。安尼是毋是敢若会使来人险啊？好，敢若会使安尼吼。好，袂使直接放，所以可能伊个需要一个神圣的箱啊。一个锁匙应该配一个箱啊，所以咱爱小等就对。对 ，Open a sacred chest。拍英哥啊，英哥老的好啊，小等就会使佮继续买收海贼。对呢。好，安尼英哥爱老的，啊，毋过伊走来走去有够麻烦。好，无要紧。好，来，咱互时间佮较紧吼。Old Tome， 读了会得到一个 idea。OK， 愈来愈济，应该无需要遮济吼。互剑术台用过。哇！熊走一只虎出来，有吧？倒位来即个果子啊？
那拢是一堆粪扫，救命！狗啊，狗，佫是好呢？奇怪，安尼这是毋是拢无介重要？啊，这狗嘛是无啥物路用吼。安尼咱甲这个衫佫卖掉好啊。我来想看卖，佫会当创啥？我感觉即个森林毋是咱奇怪，毋过我也无留其他的迄个所在。好，安尼咱只好继续人险吼。人险得到一支金针。哦，遮个有钱呢。我知影，我头拄仔迄有一寡地点，应该无爱卖才对。安尼咱过来看卖吼，这内底有 Jungle Mountain Cave 应该是进前无的呢。啊，我是安怎头拄仔甲卖掉，我嘛毋知。进前咱应该无即个坑才对哦，有迄个海鸥。山岭无需要，玻璃无需要。哦，蚊啊，这啥？这嘛无重要。继续抽，一直抽。啊，有遮济敌人。欠一箍。走一只好，cave 有啊。好来，小拍。好，得到一块肉。香香嘞吼。好，来人险哦。好，来大家食饭。哦，爱卖一张。威义中昼平安。欢迎你来，兔年平安大发财。今日咱尽量挑战，看敢会当拍着 boss。
佮拄着迄个，好来继续，行行咧，请互我中宝图。过来一摆，这会使袂掉。Ruby 下班啊！恭喜恭喜 ，Ruby 新年快乐，兔年恭喜大发财。刷过来，好，安尼好啊，这会使卖好。Ruby 敢食中昼顿啊？有啊 ！Treasure map，treasure map。好，需要一个人来读这个中宝图。紧！内底到底有啥？应该爱有迄个吼，应该爱有咱的啥啊？哦，多谢 Mercury 的历届赞助，恭喜！这是我今年收到的头一包红包吼，多谢你的赞助。多谢咱这个真巧、真古锥，阁会包红包的 Mercury。祝福你，兔年，奇怪，大部分的头拄仔拢讲过，想要想一个较特别的想无啊好，你确定是初见啊？我其实嘛无甲伊确定，所以我头拄仔还咧想。对，毋过我有印象，你应该是 Andy 无毋对。嘿 ，Andy 平安 ，Andy 初见平安，欢迎你来。好，咱即摆会使开啥 ？Secret key, secret chest。哇，了紧张呢，毋知会走啥物物件出来。咱即个来见证即个重要的时刻吼，开箱。好，开箱开到即个，这啥照镜呢？毋是照镜，这算是游戏，这敢算是游戏？会丢即个手吼，了惊，敢莫拢甲刣死。Bring it to a cathedral. OK， 再摕转去迄个。我敢袂转过死啊！Mercury， 你在想啥？啥物 play？ 莫黑白 play， 救命！有听呢，会听呢。大家有着伤呢？我开始烦恼啊！大家。阁有3只啊！敢会当一只来？恁莫死，救命啊！莫死！大家拢咧着伤，救命！加载有迄个速回，
因惊伤我，因惊伤我，我惊因是毋是会变做两只爱做伙拍 A？好，安尼无法度救命！医生救命医！哈，什么意思？有全部的迄个手会使斗一只黑暗大鱿鱼？你是咧讲 Yu-Gi-Oh 内底 Exodia 的意思？啊！因血无够啊！因血无够啊！救命哦！哦，原来你是讲正实的，我叫是你咧讲耍笑，原来是真正会走一只，救命！250有够济呢！我想看觅，我知，我先坐船转去讨迄个救兵。先讨一下救兵应该就无代志吼。我有巧。哦，你真正讲耍笑？哦，高叶，有够厉害。咱来看觅吼，看啥较高拍。伊这边有够高水。伊这衫甲即个手甲即个头拢有够高水的。好啦，无咱凊彩找一寡会使载10个人，好，安就全部拢来就好啊。你一个武器，敢有搁较厉害的武器？应该无吼。这袂歹呢，这嘛袂歹呢。戴一个头盔好啊。举啥物货 ？Slingshot Level 7，穿剑甲好。伊咧，伊穿啥？伊有头盔呢。你头盔来，你无需要相拍来。好，安尼请大家，咱来倒数拍鱿鱼哦。谁怎食咸？谁怎食番茄会使回体力？我嘛毋知，因有够奇怪，因食咸茄会饱呢。食2支就饱哦，一工食2支就做一顿啊，有够咸吼！来，大家拍鱿鱼。好啦，安尼嘛算是拍甲介紧啦。安尼应该是，好，话毋通讲伤早。我头拄仔想要讲，安尼应该是稳啦，我毋过雄就救命！冠星敢有吉丰中道平安，欢迎你来兔年大发财。冠星敢有牵较顺手的武器？我要安怎讲？咱代理人吼，出战的时阵，我较算是迄个，毋知影大家敢有算过 RPG？ 我较算是迄个后排迄个魔法师吼，所以我较袂去头前拍，我是负责迄个，毋知影大家敢知影我的迄个能力较时间较有关系，我算是一个时间魔法师，所以我算是徛后排变魔术的迄个角色，其实我的迄个。无互大家看觅吼，我的手链，即个玉，这就是我使用我的魔法的即个，敢袂当讲是媒介，应该袂当讲是媒介嘿。所以我咧用我的法术的时阵，拢是为我手链即个玉变出来，所以
敢袂当算是武器，应该会使啦。嘿，大概是安尼吼。嗯，头拄仔看着 one two three four 会使互做哦，会使互做旺土束福。趣味趣味，算是有笑，有笑笑死，袂歹袂歹。过客食饱，恭喜过客，欢迎转来。这什么武器？这看起来介厉害呢。这是用伊的喙齿做的即个捕头，看要有送牙。看啥物人的装备较后吼 ？Level 9 Level 9 Level 9 9 7 7，安尼这无爱，对无？无人戴这个头盔啊？9，互伊，应该有较厉害。过客小等要来，过客小等要来阿嬷兜，毋过你无啥甲伊叫阿嬷兜，是安怎啊？你是甲阿嬷感情无好，还是有其他伫阿嬷兜的人甲你感情无好？哦，亲情无简单遮济到，有啥物喙齿敢通做武器？毋免啊，有心就是会行路的武器啊！你是咧讲啥？哪有需要伊的喙齿？你需要摕你若要摕着伊的喙齿，无啥物，无啊，无啥物物件是伊食袂落的。无啥物物件是伊加袂长的，所以歹势无即种物件。哦，咱会使直接做即个仪式。Demon Lord 666点血，会死血呢？10%的几率会死血，看起来有危险吼。无要紧，先下手为强吼，咱直接拍，直接甲伊拍。救命！开始惊，我毋敢看。我感觉有人会死，有人死啊！小等，无头盔，送无头盔，有，这个人无头盔，头盔互你戴，头盔互你戴，来，头盔互你戴，你就要走去对啦。啊，头盔咧，头盔互你戴。乖，过来，你嘛无头盔，头盔伫倒位？头盔互你戴啦。我感觉惨啊！阿妈会煮好料三色豆啊，你搁想看觅？三色豆都毋是好料吼，冷静。大家食饭吼，拍到一半嘛是爱食饭。好，搁爱卖物件哦，倒咧烧拍，倒咧烧台啊，搁爱卖物件，啥物意思？啊，我等下卖卖食物无要紧嘛，规定嘛无人会食，规定拢要死了。笨手爱记你等，得袂了。这时阵来海产，什么意思？哇！到底敢有法度咧，大家？看见三色豆还有豆干哦，唔系啦，莫煮三色豆啊啦，阿嬷。搁要煮啥？三色豆啊米糕，搁有啥？一直有人死，救命！
啊，对，阿嬷有够恐怖，阿嬷冷静，阿嬷冷静。赢，虽然死足侪人，毋过赢，安尼算是有甲 boss 拍了。虽然死有够侪。耶！哦，安尼我算是完成啊，我算是甲主要的任务完成啊。好，真好，会使交代啊。我嘛毋食三色豆，我毋食啊，送会食三色豆啊。三色豆，三色豆都毋是食物吼，冷静，大家冷静。哦，真正有人食菜，阿嬷都无在煮啊，原来是。结婚你是咧讲啥？红豆圆仔汤，红豆改三色豆，你要家己食看卖无？你敢知影家己咧讲啥？你安尼，你安尼有了啊，伤恐怖啊吼！对，你这，我已经毋知要安怎讲啊。你这是对，对，你这是对料理界无礼貌，你敢知影？无啦，讲笑的啦。毋过嘛是无法度接受。红豆圆仔汤，红豆改三色豆，无你规气甲所有豆仔拢改做三色豆好啊。有够恐怖的，你到底咧讲啥物货？无个有啥物？土豆腐，土豆改三色豆。麻糍莫阁揾啥物土豆腐啊？麻糍就揾三色豆腐。有够变态，你真正有够变态。对啊，啥物拢改三色豆，无要紧啊，无要紧啊。Oh my god！ Mercury， 你哪会加入即个？你哪会嘛做伙来创作这个黑暗料理啊？哈，三色豆豆花，绿豆沙，三色豆沙。好，无咱阁有啥物豆？阁有啥物豆？土豆、麻豆毋是豆吼，讲啊粿，迄个红豆啊，所有的红豆啊，拢会使改做三色豆啊。哇！18豆啊，敢有准算？哇！红豆啊，改做三色豆啊。个啥？红豆啊，麻糍吼，改三色豆吼。对，车轮饼啊，关心豆拢讲啊粿啦。同款的意思。讲啊粿啊，用三色豆，来拌饺应该是要会使吼。应该是要拌饺讲迄个输的人输的爱食三色豆啊安尼安尼较刺激，安尼较恐怖。大家敢有咧看，就是有一寡迄个故事有一寡 anime， 也是有一寡戏出内底有一阵仔较事件，一种做 death game 的即种的，可能是为日本遐出来，就是甲一阵角色关伫一个一定会有人死，才有法度出去的即个 game 内底卖啦死无够恐怖应该做一个啥物三色豆 game 就是来二排啊二排啊医了输的人输的都爱食三色豆安尼才有刺激好无？
安尼才有刺激，安尼才有恐怖。开始咧黑白乱讲啊，我。对，大家冷静。好啦，今仔日就是 boss 嘛拍了啊。安尼 Stacklands 这个 game 吼，基本上其实嘛算是，嘛算是完成啊吼。安尼可能即摆就是上尾一摆 Stacklands 哦，因为主要的任务嘛已经拢做了啊，嘿，会使个互大家欣赏一下，就是为着我牺牲的一大堆的村民吼，因的遮个骨头我甲捡咧啊，捡咧要创啥？捡咧小等会变做即个蒙阿波。蒙阿波会使创啥？会使摕来市场卖。是安怎会使摕来市场卖？我哪会知？非得就是会使哦。尸体回收啦。好啦，今仔日 Stacklands 不低不降哦，嘛算了啊，所以今仔日的海信可能就到这。即礼拜因为顶礼拜有向大家请假吼，所以顶礼拜敢若开2摆尔，所以即礼拜咱会开5摆。咱后一摆的直播是伫明仔载嘛，共款是下晡1点吼，明仔载下晡1点，咱有啥物会？咱过年就是爱拍麻将对无？所以明仔载下晡1点，咱来拍一本麻将。日本的甲台湾的迄个规则有点无共我嘛无啥会晓解说毋过顶摆咱就会使，毋是顶摆，我咧讲啥？后摆明仔载咱就会使直接试看卖咱来算看卖日本麻将，看到底敢会赢对。结婚讲冠星奖 ，OK， 冠星奖我有一条歌想要唱互你，要安怎做较好？要安怎做较好？你会使你若是想要唱互我听，你会使唱录音你若有录音，你会使传去你 YouTube 顶悬传去你 YouTube 顶悬，我才有法度听嘛。你若是想要互大家拢做伙听，你会使直接甲迄个连结看是要伫我海信的时阵，为开讲熄等互我，还是你要直接伫 Twitter 顶面放迄个连结才甲我 tag 拢会使若无若准你要安怎讲？若准你较歹势互大家听，你敢若想要互我一个人听，你嘛会使设定迄个 YouTube 的迄个影片会使设定无公开，别人听着无差，安尼就无要紧安尼你就会使直接看是要甲我 tag， 还是要伫迄个开讲室直接搭连结拢会使，拢会使，足感动诶，头一摆有人讲要唱歌互我，安尼我足期待吼，安尼好，足期待结婚诶歌，多谢，先讲多谢，多谢，对，安尼咱今仔日的海信就先到这咱明仔载下晡1点再相会啊，来甲大家讲一个再会吼，来 Mercury 中道平安再会，兔年平安，兔年顺时大发财。过客中道平安再会，兔年顺时大发财。结婚，中道平安再会，兔年顺时大发财。阿叔，我已经袂记得我头拄讲迄段是啥？搁想者阿叔，中道平安再会，兔年顺时大发财会记啊。阿酸 Ruby。中道平安再会，兔年顺时大发财专心食中道顿嘛袂歹，食好饱，好好休困，
好啦，今日嘛是足感谢大家来甲我看吼，安尼咱就明仔再会啊吼，安尼甲大家讲拜拜，拜拜，拜拜。